呢間係位於東門信和不夜天店嘅萬達影城，做咗會員之後，平均嘅戲票呢就29.9一張。如果成日去蓮塘口岸嘅朋友，亦都知道響佢隔離嘅蘭亭國際名苑地庫嗰間激光影城呢已經執咗啦，而且佢仲安排會員呢響3月12號之前就留低佢哋嘅資料，就會安排退返嘅餘額俾你。退款嘅事宜，因為喺行政上需要一啲時間，所以大約會喺4月12號喺群組度通知大家嗰個款項幾時退俾你哋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，可以睇返我舊視頻206，相關嘅連結亦會放喺呢條視頻描述欄裏邊。呢間影院嘅位置就係響老街站同埋晒步站嘅中間，但晒步站 A 出口呢就會較為近啲。呢度係老街站，而呢邊呢就晒步站，戲院就喺中間。戲院呢就對住九龍城廣場同埋茂業百貨。成日去東門嘅朋友應該一啲都唔陌生，你哋亦都可以蓮塘出發，坐到去湖背 C 出口，直行見到馬路呢，你就轉去右手邊，咁你就會好快見到呢一個商場噶啦。今次我會由蓮塘口岸坐巴士去到呢個戲院對面落車，一共有2架巴士 M199 同埋113，都係響東門站落車。每個巴士站都會有個二維碼，你哋用微信掃描呢，就會知道你要等嘅公交車幾時到站。首先我去到蓮塘口岸，出咗外邊就轉去右手邊，跟住就搭佢嘅電梯，再過咗天橋，然之後轉去右手邊，落條斜路，咁你就會見到所有嘅巴士站呢都係聚集喺嗰邊，就等 M199 或者係113，都係喺東門站落車。2架巴士都係蓮塘口岸對面嘅巴士站坐。M199 就係3蚊車費坐6個站，而113呢就2蚊車費坐8個站就可以喺東門落。咁距離個戲院呢都係相若，就要需要過對面馬路。用手機拍卡或者掃描呢就仲有8折，咁即係話原本3蚊呢就變咗2個4，2蚊呢就變咗1個6。落車之後過對面馬路就會見到信和東門不夜店，戲院呢就喺8樓。整個商場除咗有戲院，佢都有按摩，有個遊戲機中心，又有餐飲，仲有卡拉 OK， 咁所以呢嚟到呢個商場呢都唔怕悶嘅。商場都設有扶手電梯同埋垂直電梯。如果趕住去洗手間，先去2樓，咁就有洗手間。咁跟住呢，就坐電梯上8樓。咁買飛嘅大堂呢，職員就會響個電腦嘅畫面，然之後呢，你就點選購票。8樓一出 lift 呢，就可以望到對面嘅九龍城廣場同埋茂業百貨嗰帶呢，就係最熱鬧嘅東門老街。睇完戲可以順便行埋，不過而家要注意，因為佢哋呢整頓裝修緊石門町，所以四面呢都圍晒圍板，行嗰陣呢就比較困難啲。你哋可以選擇用正價購買戲票，大約呢就50蚊一張。咁你哋都可以充值做會員，最簡單充值200蚊，咁就可以用會員價29.9購買戲票。咁呢開卡第一次呢係需要俾10蚊嘅開卡費。如果你充值多啲，300蚊就送1張戲票，400蚊送2張，500蚊送4張，1000蚊仲可以送8張俾你哋。而星期4嘅會員日仲可以享有1張19.9嘅優惠票添。注意呢啲優惠票係需要喺有效期內使用。首先喺櫃位選擇咗我想睇嘅戲，俾錢嘅時候呢，我就俾210蚊做佢最簡單嘅基本會員，咁就用微信支付，
咁就要留一個手機號，咁你自己再加個密碼，下次購票你就可以呢，響櫃位嗰度又係講你個手機號碼，就可以用你裏頭嘅儲值費用。另外亦都可以喺微信度購票，打開微信喺放大鏡嗰度輸入萬達影城東門店，入到去你可以用你之前嘅中國手機號收一個驗證碼，又或者用你嘅微信直接登入都可以。入到去你就可以預先買飛，同埋可以知道自己嗰張會員卡嘅餘額有幾多。喺裏面雖然可以點選購買佢哋嘅零食，咁但係呢又唔可以響佢嗰張會員卡扣費，咁即係基本上你係需要去佢櫃位嗰度直接俾錢，然之後購買零食。咁佢嘅戲院就有兩層，8樓同埋9樓，兩層呢都設有洗手間，而佢嘅總共嘅戲院呢，影室就有10個。咁我留意到呢間影城呢，佢上映嘅戲呢，個場次非常之頻密，即係話每隔1個鐘或者半個鐘呢就有一場戲，咁就方便大家呢喺任何時段去到呢都可以睇戲。咁佢嘅影室呢亦都有啲好特別嘅分別，咁除咗基本有啲係有按摩啦，即係話你付費，咁後面嘅椅背就有一個按摩服務。另一種呢就係情侶座位，即係話2個大梳化嘅雙連座，你哋可以自由調控嘅椅背同埋椅腳嘅高低，你可以將佢平躺瞓喺度睇電影都得。手機屏幕點選你想坐嘅座位，然之後點選購票，咁就會出一個二維碼俾你，咁你就可以現場去到櫃位掃描，或者用自助式嘅櫃位去自己攞票。嗰日我就揀咗閒日去睇哪吒，成個影院呢夾埋都係得6個人，地方好乾淨，冷氣都足，因為近時蓮塘呢佢好似唔係好開冷氣咁，音響熒幕都係恰到好處。咁佢呢度嘅洗手間就設有坐廁同埋踎廁，咁入口呢就係男女共用，同埋共用嗰個洗手盤。如果鍾意睇戲嘅朋友，下次可以嚟東門老街呢個影院試一試。另外，我想推薦一下哪吒呢套戲，非常好睇，足本坐咗2個半鐘頭。我知道你會回來的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都太年輕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再次多謝你哋觀看我嘅視頻，如果喜歡，歡迎你免費訂閱。如果覺得資料有用，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。你哋亦都可以響瀏覽器或者 YouTube 搜尋嘅功能輸入 VINAHK， 咁就可以揾到我嘅頻道。我嘅名叫 Winna，家住香港。拜拜。